梁國雄議員，跟住係陳家樂。首先咧就阿黃國健咧就吹水唔使抹嘴噶啦，佢講過應該係1967年嘅九龍暴動嘅報告書嗰個係 confidential， 我去查都查唔到，因為港英政府咧就唔想發表呢樣嘢，因為涉及中英嘅外交，周恩來同埋呢一個英國外相咧就港英就講呢個所謂反英抗暴搞到邊度，繼唔繼續搞落去咧？係有詳細嘅交換文書，即係共產黨話搞到幾時就幾時，所以就 confidential 嘅。呢一個咧就係港英政府咧喺1966年嗰個九龍騷動咧公開聽證嘅。我唔中意港英政府，不過係咁樣嘅。立法會呢本我喺立法會圖書館嗰度借嘅，我自己都有本嘅，不過就唔知抌咗喺邊。我諗住冇暴動啦，香港以後嗱咁樣都講得出嘅。第二，點解要將50年嘅比咧？就係因為由你67暴動之後都冇啦嘛，香港84年啦，84年嗰個騷亂嚟噶嘛，大家唔好對話，暴動啊嘛，哥，大家唔好對話。你梁振英定咗性啊嘛，阿哥，係咪啊？你個雙十暴動咧，冇留意雙十暴動，點解咁點樣向前啫？點樣向前再比啫？呢個發言時間嗱，67年同埋呢一個。56年嘅暴動，因為國民黨指揮九龍嘅暴動，殺共產黨，我細個都睇好多。67年暴動就係共產黨指揮，欺騙香港嘅工人成為政治工具，文革嘅其中一派奪咗權，唔該讀書。我唔係我作出嚟嘅，咁個叫暴動。黃國健有可能參加，有可能冇參加，不過佢唔敢認㗎啦。呢度最有資格參加，黃國興可能有參加，可能冇參加，佢有乜資格指責人啊？嘥時間啊！仲有一個最大嘅暴動，就喺北京1989年嘅6月4號解放軍暴動，屠殺我哋自己嘅同胞，嗰啲叫暴動，呢啲叫騷亂。騷動 disturbance 同 riot 係有唔同嘅定義嘅。喺普通法上面，因為港英政府係一個殖民地政府，所以冇法例對付，就用緊急條例。後尾都覺得唔好啦，就照抄嘅公安條例。公安條例係要嚟對付殖民地，包括馬來西亞同埋愛爾蘭嘅叛亂嘅，所以中間嘅公安條例咧就好容易就有暴動罪嘅。好啦，我而家咧就係啦，要求徹查呢件事，即係話警方點樣處理，梁振英幾時接到報告，佢係根據警方嘅專業判斷嗰個係暴動啊，因為佢朝頭早起身噏出嚟嘅暴動啊。仲有一個邊個話有公民黨裏邊有啲黨員係做法官？阿哥啊，我哋嘅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係中共嘅地下黨員啦。我問咗佢88句，佢話唔方便講啊，哥。咁我點知道喺警隊裏邊有冇中共嘅秘密黨員先？如果你咁查，中共就有秘密黨員嘅。中共係發動4次暴動，喺1927年廣州暴動、秋收暴動，呢個武漢暴動，8·1建軍節就係暴動節嚟嘅。係喺呢個武漢暴動成立咗呢個8·1建軍節就係咁嚟嘅。所以南昌起義啊嘛，係南昌起義啊嘛，係咪？阿哥喺江西嗱，好簡單。咁我問啦，如果你要問人哋有冇秘密黨員，中共係最多秘密黨員㗎，你查一查喺警察裏邊有冇先啊？劉處長，你係咪中共嘅秘密黨員先？你唔係啊嘛，我知道，我俾你拉過咁滯啦。我同你申請遊行，你話如果你繼續行我就拉你8號風球啊嘛，記唔記得啊？你記得㗎嘛？好啊，係咪啊？時間夠啦，陳家樂議員跟住係陳家樂議員跟住張華峰議員。黃國健，你係咪中共秘密黨員啦？梁國雄議員，梁國雄議員，你發言完啦，你發言完啦。你仲衰過蒙面咯？蒙面都做到梁國雄議員，你如果再唔停，會㗎啦。如果你再係行為不檢咧，我就要請你出去㗎啦。陳家樂議員跟住張華峰議員。